兰庄，这么些年来，真的，我一直很谢谢你对我家的照顾，我也一直由衷的期望你能够早日走出阴影，并且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我的幸福？不能说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你是不是嫌弃我？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就是走不出来？齐志强，为什么你在我面前就像一个冰桶一样，让我越抱越冷？你说我们家小俊在这方面是不是太不成熟了？他怎么能让可可在公司里面隐婚呢？这太不妥当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那天我回去想了一想，是有些不妥啊。什么有些不妥呀？那是太不妥了。老王啊，你想想，现在这孩子们的工作环境啊，多复杂，又是老板又是经理的这样复杂的商业环境，那不出事儿行吗？可是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啊，他们小两口又能一起上班，再说小俊又是出纳，怎么可能出现办公室恋情了？这隐婚也是他们没办法的办法。不是，那他值得吗？不就是份工作吗？哎，用得着搭上自己的婚姻、幸福的家庭吗？用得着吗？这不值得呀，是吧？老王啊，这次你可不能护着可可，这是原则问题，啊！你说的一点没错啊，这隐婚呢，是会引出大问题的。其实你在医院看到的那些事儿，在我身上就发生过。哦，还另有故事啊？葡萄，我有个好消息，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又要给我介绍男朋友？我可不要。放心，我知道你心里只有一个李小俊。我现在只把小俊哥当哥哥。哦，那我就把他招来公司工作，正好我公司就缺这么一位有能力的财务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和小俊哥怎样的。只是如果他来公司的话，你一定要给他很好的工资待遇哦。为了你，我一定会的。可是你爸那边可能不会同意。你不会告诉我爸小俊哥结婚了，和我之前做的那些事儿吧？我哪有这么笨呢？都说了要请他来工作，我怎么还会拆自己的台呢？那我爸为什么不同意啊？你了解你爸了。李小俊又不是海归，也不是硕士、博士，你要我拿什么来说服他呀？我爸这个老古板，他怎么只看学历啊？他是不知道李小俊的业务能力可强了。这些话你跟你爸说吧，你爸那边要是同意了，我这边没有问题。好，我爸那边我去说。他当时确实是新来的实习的小护士，也是为了能够留在我们医院，
我们把婚事连有可可的事都瞒了下来。我当时已经是坐诊的大夫了，他认为我们之间的事业是有差距的，家庭条件也不是在一个水平。他不想让人家说他配不上我，嫁到我们王家是高攀了。所以在医院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。回到家，他就发奋的念书，还参加粤语班学习临床学，后来还考取了文凭。哟，那后来他也跟你一样当医生了？后来他的梦想越来越大，他想去一个更大的平台，去实现他更大的梦想。那就出国了。就这么走了。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？郝玲出国不到半年，他就把离婚协议书寄来了，我马上就签了。哟，为什么呀？一个女人在外边挺不容易的，我不能给她想要的。如果有人能保护她，我再不松手，就是拖她的后腿，所以就放弃了。不是，可是你们已经有可可了呀。那个时候，可可才2岁多，一直在奶奶家。可可妈执意要出国，可可的奶奶就不让她见孩子，所以可可连他妈出国最后的一面都没见着。难怪呢，可可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提过他妈，是不是有阴影了呀？也是怪我妈，给孩子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。老王啊，你说你们当初如果不隐婚的话，事情就不至于这样，对吧？这事儿啊，要说还是怪我，是我没有给他足够的信心，还让他有了自卑感，才促使他要改变现状，离开我。老王啊，说不跟你聊天是真不知道啊，你还是真的挺能理解别人的人。要不是过来人，哪能了解那么多？当时可可小的时候，我对她没有别的要求，我只祈求她能找一个疼她、爱她的男人。当可可第一次带小军来的时候，哎呦，我那心里呀，真是高兴啊！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。老王，快别说了，提起这件事情我就惭愧得很。那你惭愧什么？可可他们刚结婚的时候，婚前、婚后，我给他们设置了那么多的障碍。嗨，我们做大人的，就是时时刻刻替孩子们着想吧。我知你这心思，你是怕小俊找一个不懂事儿的媳妇儿吃亏呀。是，老王，哎呀，你能理解就太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小俊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刚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这么点儿，他是早产，冻得呀，皮肤都紫了，一直在那儿哆嗦哆嗦哆嗦。我们全护士站的护士都认为他活不下来了。真的，小俊是我们全护士站的护士，一口水，一口奶，就给喂大的，喂成现在这样白白胖胖的样子，特别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那他爸爸呢？他爸爸哦，不是，我们不是在说孩子们隐婚的事情吗？怎么扯到这事情上了？不是，他们现在这隐婚，咱们说说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是哈，那可可刚刚参加工作，这事不好说呀。是，可是老王，你知道吗？这2个孩子啊，他都年轻，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管，不能袖手旁观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你是为孩子好，我支持你。哎呀，今天说话说的实在有点多，我太累了，我得回去休息了啊。好，那你慢走啊。来。
老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陈总，这么快就有好消息了？程总真是干事利索，一说话就必须要说到重点。项目注资的事儿正在走流程，请程总多给点耐心啊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有个事儿，我想请教一下你的。陈总，请说。你们公司允许夫妻一起上班吗？沈总对于我们公司真的是非常感兴趣啊。根据我的了解，公司里不允许有恋爱关系，也别说什么夫妻了。一旦发现，必须开除。我明白了，谢谢啊。李小俊，看你这次怎么掏出我手掌心。哎呦，葡萄，今天怎么有空到爸爸这里来啊？我来看你啊！你每天工作那么忙，还不能让我来看看你了？爸，我今天来其实有一件事儿想求你。什么事啊？是不是要去买东西，还是要去哪里玩啊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可不是只会花家里钱的孩子。我今天找你是有件正事儿。哇，正事儿啊？什么正事？说来听听。我想让小俊哥进咱家公司。小俊哥，你说的是不是叫李小俊的？对，就是他。小俊哥可厉害了，他为人聪明，做事认真，为人还特别正直。他呢是学经济的，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财务。如果他来公司帮你的话，以后公司的控制成本就都可以靠他了。你好像对他很熟悉啊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是我同学的哥哥。真的？你没骗我？哎呀，爸，我干嘛骗你啊？是真的，他真是我好同学的哥哥。你知道我从小就一个人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又没有时间陪我，除了小妈，我没有其他朋友了，更别提亲人。可是小俊哥不一样，他对我特别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公司需要这样的人才。好吧，只要他愿意来公司，我欢迎啊。真的吗？爱死你了，爸爸！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这什么菜啊？连块肉都没有。家里的情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现在每天买菜，都要等到菜市场收摊的时候去买最便宜的，而且大豆子也已经好几天没吃肉了，你就忍一忍吧。哎，什么叫忍一忍？我现在可是个病人，别的病人都是鱼肉鸡汤，我就这几颗青菜啊，你能不能对病人好一点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每天住在医院，检查费、治疗费、住院费，每天要多少钱？一日三餐再吃鱼吃肉，哪有那么多钱啊？我现在每天家里医院两头跑，还要上班卖保险，回家还要做家务、带小孩子睡觉，还要再过来陪床。难道我这些做的还不够吗？你还在那挑刺儿？我挑刺儿，行，哎，老子不住了。哎，啊，我说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你现在还这样，要是回去万一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们怎么办啊？都是孩子他爸了，这每天什么事儿都不干，除了赌博就是玩彩票。我已经不求你什么别的了，就求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？你这么说，哎，我住这个医院还怨我啊？要不是你那个姐妹，我能像现在这样住院吗？要是你不赌博，能成现在这样吗？我不想见着你，滚！你给我滚！滚！啊，滚！
子。哥，你刚才是不是又跟嫂子吵架了？哎呀，你别管。哥，嫂子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就对她好点不行吗？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哎，我对她好，谁对我好呢？哎，健健，你最近不是当大经理了吗？哥有个事儿想求你。什么事儿？哥，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吧，我要是能做到的，你尽管开口。哎，我就说啊，咱们家还是我们弟弟最有用，不像你嫂子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是这样的，哥呢最近一直想做点小生意，可是咱家这个条件你也知道，你嫂子那点死工资啊，哎，再加上我自己工作又丢了，那个，哎，怎么说呢？反正最近就是一直背。哎，你能不能借哥一点钱？借钱？你要多少？30万。30万？这也太多了吧！哥答应你，出去一定好好干啊！开餐厅，挣大钱给妈买大房子。哥，我现在没那么多钱。那20万。啊，那10万总有吧？哥，我现在连1万块钱都没有。1万都没有？你这经理怎么当的呀？依依，我想让小俊哥到我小妈公司上班。我哥？怎么？你不会是又要……想什么呢？我现在跟你一样，把小俊哥当哥哥。只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千载难逢，这个职位真的很适合他。只是之前我们俩闹了点矛盾，现在挺尴尬的。我要约他，又怕嫂子吃醋，所以想来想去，也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我哥现在的工作职位确实挺低的，给的工资也挺少的。要是他能来你们公司上班，也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你就直接帮我约他吧。为什么是我啊？你又不是不了解小俊哥的脾气，如果我直接叫他出来，他肯定会拒绝我的。好吧，那我帮你约他。金总，健健，你怎么满头大汗啊？金总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跑了一天，一共有3家代理商愿意做我们化妆品的经销商，这是3份合同。健健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不错嘛。看来你这个月的工资加提成是肯定有了。真的，谢谢金总给我机会。啊，金总，那个这个月的奖金我可不可以提前预支一下？预支？你是谈恋爱了，工资不够花？啊，怎么会？我最近的工资都放在了应酬客户上边，所以我就……没问题，那你下午就去财务领钱吧。谢谢金总，金总，那我去了啊。喂，妈。什么？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今天，什么？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，都是你哥惹的祸。我在外头欠了高利贷还不上，人家今天来家里走，这个家算什么？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借高利贷呢？
我也不知道他们是高利贷。他们告诉我有个地方可以比彩票来钱更快，我就去了。我没想到，我一开始还是赢的，后来就输了。越输我就越想赢，越输我就越想赢。结果张世子，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？这就是在赌博！你再这样赌下去，这个家都完了！弟弟，哥知道对不起你，但事情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弟弟，要不然你有钱你就先替哥还上，哥向你保证一定不再赌博了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你欠了别人多少钱？3个。你怎么能问别人借这么多钱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一开始就是几万块，我没想到会像现在这个样子。别害怕，张世子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赌，不要赌了！你看看今天家被砸成什么样子，这日子还有办法过下去吗？要不是你这个造我心的话，啊，我们家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小军哥，葡萄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在等你呀。等我？嗯，不是依依找我吗？是我叫依依给你打电话的，她有事先走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找你当然是好事儿了。张健健，真是讨厌。有电话干嘛不接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他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喂，健健啊。喂，依依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哦，我在外面呢。葡萄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啊？葡萄，哦，他和我哥在一起呢，他们在生咖啡谈工作的事情。怎么了？你在哪儿？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喂，健健。喂，葡萄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现在公司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呢。小俊哥，你就这么排斥我？我在你这儿就这么一无是处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说咱俩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来往，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儿的话，那也是依依在找我呀。难道我们之间就只有依依可谈吗？小俊哥，我之所以让依依给你打电话，就是我知道我自己以前做了很多糊涂事儿，但是现在我想清楚了，我真的只把你当哥哥一样看。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，我以后就把你当成妹妹，跟依依一样，好不好？嗯。张健健，你干嘛？李小俊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以后别缠着葡萄。张健健，你疯了！我疯了？李小俊，亏我把你当个好人看，你忘了吗？你已经结婚了，你还在咖啡厅勾引小女孩，我看你根本就想出轨。张健健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走，看着我，走。今天这都什么情况？你放手！葡萄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我不听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OK， 我承认刚才我是有点激动，可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。为我好，为我好就麻烦离我远一点儿。葡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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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，你醒醒好吗？李小俊他已经结婚了。张健健，今天我告诉你，
就算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接受你啊！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葡萄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是真心的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再这样做下去啊！张经理，给我让开，我要开车了。我不让，我就不信，还真有不要命的。葡萄。倩倩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没有去找葡萄和我哥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倩倩，我现在的压力真的好大，我每分每秒都特别想成功，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挣到很多钱。倩倩，其实钱多钱少真的没有那么重要。钱怎么不重要？从小到大，我都是一个被嘲笑的人。说白了，就是因为我穷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特别想买一双运动鞋，我就每天走路去上学，一天只吃1顿饭，饿了就喝水，这样一天可以省10块钱。我存了3个月，可是后来这些钱不知道怎么就被偷了。我在我家门口哭了1个小时，回家都没敢告诉我妈。上大学，大学聚会，所有同学聚会都不会叫我，因为他们所有人都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我穷。现在好了，我工作了，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。可是我养活自己怎么够？我还有我妈，还有我哥，我对我的家里有责任呢，我要让他们过好日子。倩倩，我理解你。可是你看，现在你不是坐上经理的位置了吗？你的事业也在慢慢有起色，我相信你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急切呢？我急切？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急切？因为我哥欠了别人30万，讨债的都跑到家里来了。要是再不把钱还给人家，我整个家都没了。30万。妈，其实我所有的存折了，里面就4000块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？你要多少钱啊？是这样的，张健健的哥哥欠了30万的赌债，可是我真的不能看张健健这样下去，我真的很想帮帮他，妈，所以你能不能……女儿啊，你直接就把妈给卖掉。妈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！你不用把话说完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我发现你这个女孩子，真是傻到极点啊！哎，张健健是一个有手有脚的大男人，问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借30万，你的脑子是不是被枪打过了？
妈，不是你想的这样的，你先听我给你解释嘛。不是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他的事儿不许你插手。他这个人啊，你得离得远远的，听到没？妈，你别说了啊，你不要让我上火啊！妈，你叫1万声妈都没用，傻到极点了。看来我只能找葡萄了。小俊哥，上次的事儿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纯属误会，我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可是我上次来找你，其实就是有正事来谈的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让你到我爸爸的公司去上班，卓然公司财务总监，工资很高的。不可能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我根本就不想挑战什么高额的年薪。再说了，我更不可能去你小妈的公司上班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我现在在骑士公司上班上的挺好的呀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想过我要换工作呀。小俊哥，你在骑士公司工作这么久了，换新环境不好吗？工资也是现在的几倍呢。难道你是因为我才不想去的？小俊哥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我现在真的只是把你当哥哥，没有其他想法了。你要是还不信，我可以去找可可姐谈。哎，葡萄，我求你了，别没事找事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可可姐的生活现在非常的好，而且我俩的工资呢，足够能够养活我们2个人了。我真的谢谢你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不想去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什么理由？不想去就是不想去，哪来那么多理由啊？你。嘿，过来，我想到一个不让他们怀疑我们隐婚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林淑娜，你自己看看你写的什么东西啊？你去卓然公司外调1个月，回来就写这么一份报告给我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么大声跟我说话干嘛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你说谁有毛病？我说你有毛病。别说话。谁有毛病？你看不清楚你写的什么东西吗？我给你发的邮件写的清清楚楚的要求，你自己看看。我没有写错任何事情，是不是前几天你给我发邮件让我这么做的？对啊。你现在把这个邮件打印出来，你给大家看看。这个邮件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财务人员，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不要以为你是程总的助理，你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。我做错什么了，还用不着你来说。你别忘了，我有权利监督你所有的工作。我是财务人员，出去，出去！你小子行啊，敢跟总部这么说话，以后日子可不好过了。真是气死我了！上一次都怪那个张健健来捣乱，我话都没说完。这次倒好，我话是说完了，小俊哥竟然对我那个态度。他说什么了？我也觉得奇怪啊，这明明是件好事儿，他却出奇的反感，还说什么无论我怎么说，他都不会到你的公司去上班。他有说什么原因吗？没有啊。你了解你们小俊哥的了，他可能是最近心情不好，你先不要理他了，过段时间再说。唉，真是奇怪。老婆，我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，你不会真生我气了吧？那你请我吃麻辣烫。好啊，那你记得买单啊。也快点，不要被人看到了。陈总，程总，上次跟你说的事情可以开始了。你放心，
交给我。程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这段时间，透过我对你的观察，我觉得之前对你有点误解。你看啊，我来到公司没有多少时间，我们之间有过矛盾，有过争执，但是我期待呢，未来能有更紧密的合作。更紧密的合作？我派你去沈总的公司。哦，这都是为了公司吗？对，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。身为总经理，我还是要感谢你为公司的付出。程总，你真的太客气了。既然都是为了公司，这也是应该的呀。那不一定。现在在职场上，有多少人是心甘情愿为了公司牺牲奉献？很多人只想到自己。我们公司有你和王可可这样的员工，我还是非常欣慰的。王可可她比我优秀多了。王可可她又是程总您的得力助手，她可以为我们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。我只是公司的一个小财务而已，我不能跟王可可比。都是公司的珍贵资产，你们两个人对我来说缺一不可。谢谢程总，那是我的荣幸。你到沈总公司没有多久，沈总就对你赞誉有加，而他似乎对我的助理也特别感兴趣。他对王可可也感兴趣？那他有没有说王可可其他的呀？不管他说了什么，都证明我的用人眼光还是不错的。而且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财务长，谁不是从一个小的职位一路往上爬的？未来公司会给你更大的空间，我希望你好好珍惜，好好努力，公司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谢谢程总。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上去了。行。喂，怎么了？想我了？大成，完蛋了！我觉得我最近智商明显下降，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。我开始时时刻刻想要跟你在一起，你说我这到底是怎么了？那表示你的恋爱指数直线上升了呀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？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就想要你时刻都在我身边。行，等我下了班以后，好好陪你。嗯，好，下班见。我突然觉得，会做饭的男人真的好有魅力啊！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到我做的饭的。所以说，我是个很幸运的人。尝尝我做的羊小排。大成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和以前不太一样了？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以前呢，我们两个各自有各自的空间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了，我也觉得你越来越真实了。你放心，我会给你想要的幸福。我相信你。对了，大成，工作再努力也要记得健康是第一位的。我可不希望看到你太辛苦。说实在，最近为了游艇那个项目，确实挺累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公司资金出现问题。啊，这么好的项目怎么可能呢？要是你们公司不支持的话，我们在外面找几个合作者，这不是什么难题。